你看起来哪会遮尔严肃？哦，因为爱换我甲听众朋友会失的啊。会是咧？嘿啊，顶回我甲人的题目念着去。啊，你讲迄个题目哦？嘿啊，就是药丁菜的题目啊。原本人题目是出讲越来越去，啊，我甲讲做愈来愈去，意思完全无共。小雅，歹势呢。哎哟，无我药无啦，我著讲嘛，迄著是白边有问题啊。好啦好啦，拢怪我，我毋对啦。啊无后面佫有5题，换你甲我问啊。无爱，我感觉吼，咱无迄个美国时间啊。啥是美国？无啦，我无迄个台湾时间。无，你先开场啦，嘿，先开场啊。好啦，你莫惊吼。惊个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语台开的 Podcast 节目，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也佮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。讲有烧声的感觉啊呢？这是你的理由佮借口。嘿，对，恁即摆听到白边的 ASMR。莫安尼乱了无？好，要开始啊！哦，第一张批是台中的阿文写的，黑白边好。讲到元宵节，恁敢知影古早人是安怎过的？有人会伫元宵暝做贼头哦。这是我进前上课听老师讲的。以前还未嫁人的查某囡仔，会伫元宵暝去菜园仔偷晚菜，哪偷喙着哪念，偷晚葱嫁好翁，偷晚菜嫁好婿。啊，若查甫的就是跳菜鼓娶好某，啊，若嫁人还未生，就会去软钉骹生六拍，是毋是感觉真趣味呢？即摆元宵节，每一个县市拢办甲真闹热，范围愈来愈大，科技嘛愈来愈先进。亲像今年的灯会，主灯伫高雄，毋但有花灯，阁有无人机的表演，阁有放烟火，甚至阁有现场演出的歌仔戏。因为我无住高雄，无法度去现场，但是透过网络直播，毋免去现场，嘛会当看到表演哦。我甲恁讲，阮台中的灯会嘛真精彩。今年虎年主灯是虎爷，海鹰有希望好爷意思。现场佫有海翁造型的花灯，12生肖的花灯等等。暗时啊，赏花灯，日时嘛有单位通洗。现场会当领虎年的鼓仔灯。排队是排甲热热长，而且今年佫结合珍珠年茶，有够古水的。我带囡仔去，阮规工拢踮遐，一点仔拢袂无聊，真好耍。嘛邀请小编明年做伙来台中过元宵哦，多谢大家。原来古早人是安尼过元宵的哦。对啊，我嘛是头一摆听到，有够趣味呢。安尼我知影，明年我要来偷晚菜。喂，警察先生，有人要来？有人要安怎？我这我要报案，我要报案啦！有贼头啦！这位小姐，你连报案拢报甲安尼鬼鬼祟祟，我先甲你抓起来哦。毋是啊，你报警才要甲我抓，安尼你会甲我阴言破坏去呢？破坏去哦，破坏去啥物？破坏去啊！敢毋是破坏？破坏？破坏？哦好，破坏。倒一个。刷刷去啊！非你就是要迫害我姻缘就对啊！你讲清楚哦。讲安尼，我是惊你去互人掠走呢。我知影啦，你是毋是伤过爱我？毋甘我来离开啊？是莫讲这啦，你敢知影元宵佫叫啥？我知，咱看面册有台语教上元节是上元暝。我教的是上元暝。哦。你还个害我逼掉哦，好啦，好啦。那呢？你敢知影上元节是要创啥？食圆啊，食圆啊，对啊，食圆啊，好食圆啊。啊，除了食，你敢拢无？创啥？骂人话骂好了无？创啥？除了食，你敢拢无别项代志通做？要创啥？补财库啊！补财库上元节啊，补财库啊！毋是啊，毋是土地公生才伫补财库。人讲上元补顶半年，中元补下半年，啊下元是要补当时。
下完就会当提早报明年啊。那安尼下完报了明年，敢就是免报啊？袂啦，要报财库呢，钱敢有人咧嫌济？安尼讲嘛是啦，安尼我全部拢要来报起来，报起来。你哦，我若讲到食甜的吼，我就想到台南，安尼拄啊好，即张批会当互你念，啥物意思？因为即张批是台南的网友写来的。哦，遐拄好哦。好啦，我来念啦。第二张批是台南的阿腾写来的批，伊叫阿腾呢，伊叫阿腾呢。嘿啊，阿腾安怎？你继续。黑白变恁好，我是台南的阿腾，对，就是迄个糖。因为自从阮母啊，腹肚内底有我了后，就变甲做爱食甜的。但是我出世了后，伊就讲伊无爱食，所以认为讲是因为我的关系。嘛因为安尼，我的小名就号做阿腾。即个听到有声音的批信，要订看灯会的经验，我就想要来介绍我迄个作小的朋友。我台北有一个朋友，旧年骹才摔断去打好，伊听人讲台南的灯会足水的，所以伊就兴趣处讲要来。原本想讲伊骹才打好尔，应该是讲的尔，结果伊真正起笑走来呢，而且佫一届摆3个灯会行程，真正是小强的。不离个拢是靠着我，因为伊的骹其实也未完全好，所以无法度行足远的。第一个行程，伊就摆伫山顶的空山节，去到现场才知影讲爱行真济楼梯，而且上尾佫有一个吊桥爱行。即个查某到最后才甲我讲，伊毋敢行迄个吊桥，害我一直甲工作人员会实的。毋过好佳在，工作人员会当体谅，而且迄天佫是平常时啊，才有法度会当互阮照原路行倒转去，真正是歹势甲。但是伊骹就在疼，佫甘愿乖乖行转去，我嘛无法度甲伊骂，嘛好佳在。第二个行程是摆伫伊大饭店边仔的普济店，现场有足济歌仔灯。但是即个查某因为打拄山顶落来，才行一块啊，伊就甲我讲伊要去食饭啊，真正是会气死。暗顿食饱，我就随赶伊转去饭店休困。第二天日时，阮先去食几落间牛肉汤，后来找一间咖啡厅，等到天暗了后，阮才出发去月丁港看灯会。来到现场，我才发现讲，这才是上适合伊来的灯会啦。两边的步道平佫好行。毋但有传统的歌仔灯，佫有现代的电子花灯，真正是足好看。而且佫有一个小型的夜市通踅。即个查某是欢喜甲规路拢毋免休困，尾也要去坐车进前，才伫遐哀讲伊骹咧疼。毋过好佳在，上尾有赶着车。若无我真正是无法度交代即阵外付佫加一工。毋过讲真正的，看伊进前骹疼艰苦遐尼久，即摆来看灯会食物件，就遮尔欢喜，我嘛替伊感觉足欢喜的啦。希望听众朋友黑白边甲大家身体拢健康平安。哇哇哇哇哇！我看得出来，其实阿腾甲因朋友的感情真正是足好的啦。是啊，我嘛是安尼感觉。虽然吼，迄阿腾一直伫念因朋友啊，一直伫遐甲伊，一直甲伊吐槽，伊叫伊即箍查某呢，够趣味的啦。但是我真正感觉会出来。嘿啊，我知，就是感觉会出来，因两个敢若是爱搭嘴角。对啦，我知啦，我知影你爱我啦。我想好安尼讲，不要紧啦，你免歹势啦，无要紧啦，你别歹势，你去念批啦。你哦，无要紧，嘿嘿，咱再要念第三张批啊哈。气死！第三张批是婚林的阿辉写来的，黑边白边好，我是婚林的阿辉。讲到灯会，我就感觉阮婚林人实在真好命。看到电视新闻的报道，我就开始伫网络查资料。看卖啊，今年婚林的灯会是办伫倒位？一落去查，哇，不得了！竟然有4个所在通去看。会记得旧年只有北港，今年增加斗六、西丽、甲好尾，实在真赞。嘛感谢政府的用心。安尼我想，为过年开始一直到元宵，我都会当好好安排，甲市区的花灯拢看透透。头先我先安排离阮兜上近的斗六。斗六上有名的就是太平老街，四界阁有真济好食物。过年时，我和阮某找一天，中昼食饭饱就出发。这时还未点灯，看无啥会出来。阮感觉腹肚枵枵，食一下点心了后，等到暗时，灯一点落去，夭寿。讲有偌水就偌水。上有特色的就是太平老街的歌仔灯海。
上百粒的果顶，每一粒的色水花草拢无共。阮水某一直叫我替伊翕相，翕甲毋甘离开。你就知影有偌水。过过一礼拜，会记得是拜六。阮某讲想要来去西螺行行，拄好我嘛想要去拜拜。拜拜的物件穿好势了后，阮就先去西螺福兴宫拜妈祖。西螺太平马真灵圣哦，我拢会去祈求大家平安健康。嘛祝黑白边的节目收听率愈来愈好。拜完妈祖了后，来去踅老街，天气真热，看到有咧卖豆油饼，感觉真神奇，买一个来食看卖。咸甜啊咸甜，我是感觉阁袂歹。毋过阮某食一喙就无爱啊，伊讲食起来足奇怪。来到西螺，一定爱食西螺米做的麻糍，Q Q 胖胖，稳土豆粉，好食。西螺灯会暗时6点才开始，地点就伫西螺大桥边仔。今年以时空来做主题，为史前时代到文明世界，哪像咧上历史课，哪看哪学。我甲阮某伫遐翕几啊张相片，刷落来，阮安排时间去好买。讲到好买，大家一定会去糖厂食冰。附近阁有昆林布袋戏馆，会当讲是食的耍的拢总有。好买的顶结合无共的国家，有荷兰的风车、日本的樱花，阁有适合囡仔人耍的孔跳棒。现场真侪囡仔拢耍甲真欢喜。上尾一个就是北港的灯会，北港的灯会上晚，2月13才开始。因为北港朝天宫的妈祖真出名，灯会就以妈祖来做主题。北港的主灯毋是火，是直接甲光雕照伫朝天宫的庙身，有影真特别，嘛真有当地特色。其他的花灯结合北港的文化历史，非常精彩。今年阮婚礼的灯会绝对无输别的县市，希望明年会当更加好、更加精彩。安尼我就会当和阮水某四界行透透，嘛欢迎听众朋友做伙来闹热咯。多谢大家。吵啥啦？我目睭咁要扯袂去啊！你哦，搁较含咧啦。无啦，人我是吼，出欣赏因阿某的感情遐尼好啦，我感觉规篇拢是咧讲因两个感情的代志啊。无啦，人嘛有想讲去看花灯啊。啊，嘿啦，伊嘛佮讲伊去拜拜有保庇等的迄收视率变较好啦，好啦。嘿啊，而且我感觉透过阿辉的批信，就感觉婚礼有真侪所在人去耍呢。哎呀，咱台湾虽然讲吼无讲足大个啦，毋过吼若是真正每一个乡镇拢去到位哦，一定会当有无共款的体验啦。无毋对，所以啊，希望大家尽量写批来，甲阮介绍恁的家乡哦。嘿，对啊，这样时间无够啊。时间无够。我讲听众朋友，顶礼拜看咱讲，我要食饭，就安尼甲停落来，因感觉听无够气啦。听无够气啊无你佫讲一寡别项的啊。伊头仔讲啊倒位？时间无够。呀，阿门那小酒来去，来去洗牙齿。啊那佫有啥物唱歌哦？逐遍无电的时阵，佮开始的时阵，拢要唱一段，啊，可能 NG 互网友听。无你甲网友拢做机台讲伫咧后壁我唱歌，我咧讲我逐工唱，我以后有一工无唱，网友就会问讲，请问后边今日啥无唱歌？无食药啊啦。上好是安尼啦。啊，我知，因为你无食甜的啦。对，真诶无食甜诶最重要诶呢。啊，讲到甜的吼，你敢知影元宵甲圆仔有啥物差别？啊，毋着拢圆圆差伫倒。哦，你哦真正是，啊，着拢好食啊。我知影拢好食啦。迄做法无共，你敢知？啊，推伫我毋知安怎做，但是我嘛拢会食。好，安尼你敢知影圆仔是安怎做的？你即摆是做想要讲诶吼？好啦，你若做想要讲话，我甲你教啦。哦，圆仔你知影吼？圆仔，嘿啊，啊，着酥咧啊，就是迄用米啊，甲伊做米册，米册嘿，嘿啊，米册华语叫啥？
无欢喜哦，小麦裤哦。米册华语叫啥？米团，因为米册甲米册啊。哎对，好过关，过关。做好了，甲切啊一块一块一块安尼，嘿，啊，佮甲用手搓搓咧安尼啊。嘿啊，啊佮包包啊包内底啊扫扫，你嘛会使卖包啊，就细细粒安尼，红色白色安尼，我想，我讲我上讨厌食迄无红的，无爱较好食呢。无红的内底袂甜，好无？袂甜哦，阮兜拢煮咸的。咸的嘛是袂歹啦，但是吼，人讲迄盐水足恐怖，毋敢食。但是我是无介意食冬蚵，哦，冬蚵有一个菜味。你真正是有够经食的呢。好好好，啊无，伊仔讲了会讲元宵。哦，元宵我甲你讲有够特别的，嘿，因为啊，我有伫咧现场看人现场伫遐咧做元宵呢。你去倒看？就是伫咧一间店家头前，伊你甲相去，现场咧我是毋做。知影。我家己去的。你无咪无来甲你去看做元宵卖骗，你甲相去？真的，我伫行街仔路啊，拄好有人咧卖元宵，就甲买啊。哦，你确定你无甲别人去？无啦，我家己一个去的啦。哦，搞猜疑呢你？我想讲你要出去买你嘛元宵，一直甲我的话题洗走。我想讲你要出去买元宵，无招我去，我要生气啊，因为我无食着啊。明年啦，哦，今年的元宵已经过啊。嘿，啊，你看有人你做元宵啊？嘿啊，过来我甲你讲，伊就是迄元宵内底鸭吼，嘿，啊一粒，啊伊就小可甲伊温水，啊佮用迄共款是米粉、煮米粉，毋是，迄是米粉，煮米粉，到底是讲啥？就甲伊用淡，啊甲用放喺台仔内底，啊台仔内底爱有爱放迄粉嘛，共款是米粉，啊就有水啊，佮有粉，啊放喺内底一直摇一直摇。哦，你讲迄切切切切切切嘿的安尼哦。啊嘿啊嘿啊，所以人咧华语就讲滚元宵，啊台语差不多就是安尼一直摇一直摇，你滚！卖差。啊，就安尼，一下用水，啊一下温粉，安尼愈来愈大，就变做一粒元宵，所以有够够工诶。啊，所以伊元宵要做到偌大粒，才要停。问店家啊，伤大粒伊会开啊。我开啊，输点来可以哦。我所以讲袂使一直练一直练，个大粒安尼。你嘛会使啊，毋过鸭就安尼尔，你可能夹一喙骨食无鸭。而且人讲元宵食起来较杂安尼，较杂无？嘿啊，就是因为迄鸭爱小可定定，啊才会使一直滚一直滚，愈来愈大。哦。嘿，所以啊食起来。元宵口感无共。所以你讲啊，照你安尼讲起来，元宵敢互你做咸的？哪像无呢？因为拢是有鸭的。哦。嘿啊，有鸭的我感觉做咸的怪怪的。啊，你你安尼讲客家人要生气啊！包肉的就会使做咸的。包歹哦。嘿啊，好啦，安尼你了解啊吼？嗯。莫佮规头壳拢想食的。啊，惠利嘛拢圆圆啊，好食好食安尼啊。啊，后摆人问你啊，你讲啊，我有甲伊讲元宵就爱食元宵，冬节就爱食圆啊。哦，我有甲伊讲食迄圆圆迄好食好食的迄啦。一堆物件嘛圆圆的，你是咧吼？伊若问我讲有啥物差别，我再甲你的电话吼，伊叫伊敲电话甲你问啊。毋免多谢，你爱甲教育，毋是教育，甲伊讲，甲伊解说。你连讲买元宵我讲，我食了我再甲伊讲。好啊，钱摕来。摕一个钱爱想偌久。啊对啊对啊对啊，我想着啊，嘿，你想着拄则啥？阿辉对无？嘿婚礼的阿嘿，辉，阿辉，婚礼的阿辉拄则写讲吼，迄西礼马做零啥的。嘿，西丽太平嘛。哦。哎呀，佮回去咧，是咧。好，你继续。我就想着讲吼，阿辉后个月可能甲写批来啊，为虾米？因为咱后个月主题就是3月小妈祖。哦，对呢，对啊小妈祖。对啊，所以就想讲，大家会当写讲，去看妈祖的经验，看妈祖。妈祖足水的，我甲看一下，毋是，无尊敬代叫你讲假，安尼妈祖是咧。我的意思是讲，大家就是去无论是去看人妈祖闹热啦，还是讲你家己去拜拜啊，还是讲你家己拜拜的时阵有啥物做灵啥的经验，
花伫甲妈祖有关系的所有代志，拢会使写。无毋对，无毋对。对，所以咱后个月要订的批就是3月小妈祖。听众朋友啊，赶紧写批来哟！紧哦，等恁的批。好啦，我感觉咱时间差不多啊。各位话要食饭，各位话要食饭就去食饭啊！听众朋友，我甲你讲，阮逐边拢是摇巴肚伫咧录音，因为我惊讲，因为有一个人伊惊讲伊录音，伊若食饭，伊就但是听众朋友你有感觉无？伊有食饭甲无食饭嘛，拢会卖吵啦。嘛拢差不多吼。好啦，后摆我会食较饱咧，食饱才来录音，食饱甲录音嘛袂录较长啦。讲话较有气力。好，安尼差不多，安尼差不多啊。好，差不多啊。我进来收尾。好，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有啥物要配信，做伙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，多谢大家努力。咱头前要来，咚咚咚咚咚，你要起笑？你看起来那会遮尔啊严肃？哦，因为爱玩教，爱玩教，是开始啊哟。对啊，这安尼较自然啊。哦，好啊，这是我进前上课听老师讲的。老师，无要紧，老师。啊，若查甫的，就是去跳菜鼓，娶好某，娶好某，好吧不啊，娶好，娶好某，哦，跳菜鼓，娶好某。啊，若查甫的，就是跳菜鼓，娶好某。那是因为你甲我点来，做啥？较正经啊！我真正经啊！你这是要娶好爸母的吼？软丁卡生迄落2粒仔迄，毋知影讲出来敢毋适合。无要紧吧？范围愈来愈大嘛，愈来愈高科技，高科技。哪敢怪怪？高科技吧？科学啊？科技，高科技。就滑诶。科技嘛，愈来愈先进啊。好。啊，毋是土地公生才咧补菜库，不是菜库。嘛是爱啊，咱补财库钱敢有咱嫌济？怪怪。你较正经哦。因为台南要忙，你到底是要我安怎加啦？你是要我安怎加大？你这段内底几句啊？因为台南要忙，你看，因为即张批是台南的网友写你甲我来点讲啊？你用笑，你哪笑哪讲是要安怎加啦？哎，你客条啊，正经好无台南的网友，因为即张批是台南的网友写来写作，较正经哦。阮就伫内底等到天暗嘛了后，才出发去月丁港。月丁港有没有那个月？在笑，登去呢？你冇坏。毋然有传统的歌啊顶，去食着你的嘴咯。斗六上有名的就是太平老龟，甲你转龟，你得去水龟无？你中华还高强哦！我会记阮迄鹿港的老师影响着。鹿港老师，嘿啊鹿港腔，你唔会去水龟无？每一粒的色水，为什么是色？色水不行吗？色水哦，色 SIK， 色水啊，色。做啥？记得啦。北港的灯花上晚，2月13，你为什么是食啥？2月你要食啥啦？